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最後晚餐，設立聖餐一。路加福音22章7至13節。除酵節，須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到了，耶穌打發彼得、約翰說：你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筵席，好叫我們吃。他們問他說：要我們在哪裏預備？耶穌說：你們進了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來，你們就跟着他，到他所進的房子裏去，對那家的主人說：夫子說，客房在哪裏？我與門徒好在那裏吃逾越節的筵席。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，你們就在那裏預備。他們去了，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，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第7節說明時間係已經到咗逾越節，經文點樣形容呢個日子呢？8至13節，耶穌打發佢最親愛嘅2個使徒去預備逾越節筵席。論到預備一場筵席，有乜嘢需要安排呢？諗下點樣辦一場婚宴？喺呢度強調預備嘅係乜嘢呢？喺過程中，使徒遇見乜嘢事呢？佢哋對邊個講咗乜嘢說話呢？呢個筵席係人喺度預備，抑或係神喺度預備呢？點解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主耶穌嘅最後晚餐係咪好似犯人死刑前食飽一啲，然後安心上路嘅晚餐呢？如果你係耶穌，你知道自己今晚就要俾人出賣啦，然後半夜俾人黑箱審判同埋羞辱，第二日要被所有人唾棄，俾人責打，並且釘十字架，你仲有心情吩咐人去預備大餐嗎？你仲需要別出心裁咁去計劃點樣過節嗎？耶穌話：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席。跟住嘅幾句話中，你們一共出現咗5次咁多。你能夠喺字裏行間感受到主耶穌對我哋嘅愛嗎？安排最後嘅晚餐，乃係為咗我哋，而呢個晚餐背後所叫我哋紀念嘅，更加係佢完全擺上，以佢嘅生命換我哋生命嘅大愛。但係我哋點解有時對主嘅愛感到冇乜所謂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主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。聽日見啦！